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30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政府编300亿要来做一个税厝租金补贴的，有50万户会当受到帮助。民众对7月初一开始到8月底会当刷定申请。卫福部公布去年国内10大死亡原因的统计，癌症连续40年拢排在头一名，其中肺癌已经是连续18年排头名。香港主权交予香港主权交予中国统治已经满25年，是军兵党去年再拜访香港，不过香港媒体却受到阻隔。卫福部公布去年国内10大死亡原因的统计，这癌症连续40年拢排伫咧第一名，其中肺癌呢已经是连续18年拢排头名咯。医生也要提醒民众讲，着爱定期做健康检查，特别亲像是肝啦，也佫要求即寡无亲历检查是真恶发现有问题。除了这癌症以外呢，心脏疾病、肺炎，也佫这脑血管疾病，拢是排伫咧前几名。透过低剂量电脑断层的检查，看肺部敢有各样。也若肝是利用超音波来检查。根据高雄普丁病院健康管理中心的统计，因病院去年健康检查的人数，甲今年来比是增加3倍。不少民众拢较愿意开较侪钱做较精密的检查。有一些疾病它是隐性的，所以你没有抽血或者是透过影像学检查，你根本不知道。对，等到发现的时候可能都比较慢这样子啊，尤其爸爸妈妈高龄更需要。提早知道，提早做预防，提早做治疗，这是比较好的。卫福部公布去年咱国民众10大死亡原因的统计，癌症是占上济，连续40年拢是排头一个。也若前10名造成死亡的癌症内底，肺癌是占上济，连续18年拢是上济。过来是肝癌、大肠范围的癌症。尻川口癌、女性的凝癌，还有裂喉腺癌等等，排顺序甲去年同款。不过，得到癌症死亡平均的时间，去年是每10分钟10秒有一个人因为癌症过身，是比去年较近20秒。40-50岁以上应该就要开始有渐渐的意识。那其实我们现在国健署，它其实只要40岁以上就会有免费的成人的健康检查，那算是一个很基础的入门。有真侪种癌症是真恶良早发现。可比腰鞘癌就是其中之一。高雄有一个47岁女性的患者，虽然4年前健康检查的时阵发现腰鞘的尾瘤，哪像有5公分，看到小可各样，不过并无进一步来追踪，一直到伊腹肚胀胀、消化歹，去予医生看，才发现已经生做是8.4公分的瘤啊。因为胰脏它的这个器官位置在身体的很深层，所以它不容易造成一些症状。医师提醒民众定期做健康检查。癌症除了是咱国致死率上悬的，心脏疾病、肺炎，还有脑血管疾病嘛袂少。去年110年有184172个人死亡，比去年增加11000多人，其中65岁以上的是占9%。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本土病例有38846例，中重症患者291例，死亡个案有118人。另外新增加8个囡仔出现 MIS-C 的情形，上细汉的囡仔只有7个月大尔。加在这寡囡仔已经复原出院啊。指挥中心也预估讲，这礼拜这本土病例会达到2万多例左右。另外也考虑到变种病毒株的威胁，宣布社区诊所发公费快筛方案会延长到年底。新冠本土病例30礼拜是新增加38846例本土病例，比前一天下降7.8%。全台湾敢若台中市、新北市病例数超过5000，中重症有291例，死亡有118例。疫情指挥中心预估，这个礼拜六可能就会降到2万多例。预估未来几天的这个趋势都还是会在这个3万多例左右。那周末是有可能随着这个通报数如果减少的话，是有可能会到这个2万多例这样的一个数字。在当前个案当中，新增加8例 MIS-C 儿童多系统发炎症候群，其中年纪上少的是一个7个月查甫婴，6月20出现发烧、吐的症头，后来送急诊 ，PCR 是阳性 ，CT 值是3.1，研判不是新冠肺炎急性感染，是 MIS-C， 应该是最近感染过，不过无确诊，后来在经过治疗了后，已经治好出院。那目前累积的儿童重症的个案总共是78例，我们今天新增8例都是MIS-C 的小朋友。
那其中这个密斯 E 的累积已经到23例，不过没有任何一个密斯 E 的小朋友是有死亡的情形。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4、BA.5 入侵各国，有专家烦恼国内已经有稳重本土个案。对这代志，指挥中心回应表示，目前本土个案也无监测到 BA.4、BA.5，不过唔敢讲一定无，可能要到8月到9月才会出现大流行。不敢说一定没有，因为这个病毒毕竟它也是一种 Omicron， 它有可能就是说透过这个境外移入的方式然后没有验到，或者说在这个我们的3+4在例行的筛检以外，又用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的方式，已经有进到社区。虽然疫情转好，不过考虑新变异株威胁，指挥中心宣布会延长推动社区定点诊所发放公费快筛计划到今年底为止，搁增加37间偏乡甲离岛诊所也是卫生所加入。目前全国拢总有737间定点诊所参加，主要是予有呼吸道症头的民众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买到的 Novavax 疫苗头一批有50.4吨，伫早起已经送到台湾，上紧伫7月初8会当提供予18岁以上民众来注。指挥中心也讲，针对着18岁以下敢会当注这款疫苗呢，已经请 Novavax 公司提供相关资料，予食药署进行紧密使用授权的 EUA 审查。伫台北车头疫苗注射站，民众接受医师的评估，确认身体状况，才由护理人员注射。从去年12月22到今，才已经提供不少民众注莫德纳、甲 BNT 等等的疫苗。在疫情豆豆等候的情形之下，台北车头的注射站3周了后就会结束。以后民众若是有注疫苗的需求，除了会当去各间病院或者是台北市的平台预约以外，疫苗的牌子即马嘛有新的选择。咱国透过 COVAX 机制分配到头一批 Novavax 的疫苗，有50.4吨，已经送来桃园机场，完成通关的程序了后，会做检封检。按算上紧7月初8就会当开始做。我们还在一方面是清点这个，就是还尚待接种不同剂次的这些人数，以及会了解这个地方他们提报的一些需求数之后，再做整体重诊式的一个考量啊。目前咱国的民众捌注过新冠疫苗，包括 AZ、Moderna、BNT 甲高端，也若 Novavax 是国内第5个牌子，甲高端同款，拢是属于次单位2倍剂的疫苗。安全性甲一般的疫苗差不多，预防重症感染的效果有到90%。上接看的不良反应是注射的所在会痛、疲劳、筋肉痛、头壳痛等等，大部分拢是轻度至中度。卫福部预防接种组召集人李炳燕呼吁，食药署应该赶紧做审核，让18岁以下的青少年会当注 Novavax 疫苗。Novavax 的疫苗，它的保护效果也是80到90之间，它的不良反应非常的少，它发生发烧的比例大概只有1%到3%而已。它可以作为一开始接种的疫苗，也可以作为接续第3剂、第4剂的疫苗。指挥中心回应讲，国际上印度甲欧盟拢已经批准予青少年注 Novavax 疫苗。咱国已经有通知 Novavax 公司提供相关的资料，予食药署来做审查。因为开放18岁以下的族群注疫苗是新的适应症，所以食药署就要重新启动 EUA 的审查。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有编300亿要来做税厝租金补贴，大约有50万户会当受到帮助。民众伫7月初1到8月31会当伫咧线顶申请，而且政府也要请里长协助21万户中低收入户申请补贴。这厝头家要综合所得税，1个月15000块的免税额，而且这房屋税、地价税也拢比较自用自退税率。官员少提户数扩大金额加度资格绑定申请简单的砍绑，宣示300亿扩大租金补贴方案，为7月初1开始到8月31，开放民众线顶申请，10月初3直接拨钱到符合资格民众的口座。所以户数最多，从原来12万户，现在50万户。房东你只要是参加爱心租屋这一个大计划的，这连房东你3个税。所得税免，就是这个的所得税免，
房屋税、地价税减。300亿扩大租金补贴方案放量申请资格，每个月平均所得必须爱伫各地最低生活费3倍以下。住伫6月顶加起租厝的人，原来会当申请，每户每个月补贴2000至8000。同时，对拄出社会35岁以下青年，2年内新婚夫妻、饲囡仔甲弱势家庭，补贴金至少会加1.2至1.8倍以上。厝卡申请补贴通过了后，厝主会自动变做公益出租人，享有3大税负优惠。不过，其大正义的民团是烦恼厝主会起厝租来应付税金。房东会跟房客讲，就是说他可能要涨租，甚至就拒绝房客申请租金补贴，或当场跟房客说，我不租给你了，我就提前解约。租厝的人看法无同，有民众感觉会当试看卖，不过也有民众认为厝主可能会因为安尼调悬厝租，这个政府的美意会拍折。政府开放给大家申请的话，当然能申请是最好的。那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房东主动降租会比较好一点。用不到，因为房东不会申报，看得到吃不到。这个扩大租金补贴方案，捌申请过租金补贴的住户，由政府直接试算确认意愿了后，就算完成申请。新户只要传租约加口租号码，核对资料就算完成申请。教部也针对大专院校弱势学生囡仔提供校外住宿的租金补贴，专门照顾伫校外睡厝的青年学生。记者综合报道。观光局搁再推出旅游振兴方案，对7月10号开始，自由行的旅客住饭店住一暗，上济会当补助1300块。这团体旅游集团咧，上济补助3班，乐园的门票上济拍3折，希望国内的旅游景气会当赶紧好起来。暑假都要来了，为了振兴国内旅游，观光局投入55亿的补助，7月15号开始，在国内自由行为礼拜到拜四住房的补助，每一暗是补助800块，每一人限制一届，还是符合到6个条件，就讲是住3节疫苗的民众，还是讲住伫星级的旅馆饭店内底，佮增加500块，上济每一房间每一暗暝会当来减少1300块。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一个住房的优惠，能够在开始在疫后的时候呢，在疫情平缓的时候，能够挹注我们观光产业的营收。特色团体旅游基本团补助2万块，也是行程符合到相关的条件，像讲是3天2暝以上的行程，过来增加补助5000块，上济补助3万块。了民众伫平常日来到主题乐园来消费，这门票上济当来享受3折的优惠。民众大部分都认为讲这对着提悬旅游意愿是有帮助。不过嘛，人烦恼讲这饭店因为政府来提悬电钱，也是讲这批旅游补助，所以是来起价，颠倒是无较俗。我本来就是会去啊，但是有补助，当然就是锦上添花，可以多省就省了。你还是要去看它到时候的实际住房价格，跟就是会不会涨到一个根本就把优惠都吃掉的状况。嘛，旅行业者讲这2年疫情发现损失真惨重，这届补助讲帮助无大。嘛，本地业者虽然对着这补助是表示真欢迎，不过嘛讲最近这电钱来起价，对因的伤害更大。尤其国旅啊。真的比较难赚，人讲迄边徛久的人，唔知徛偌久，我嘛唔知啦。这是一个大力度了哈，可是我们业者哈都希望这么惨淡的经营之下，能够把电价冻涨啊。旅行社甲本地业者嘛拢表示，过去几届经验看起来，这55亿的补助可能真紧就用了咯，还是希望政府当想一个办法来帮助因行出这届难关。记者张志勇、陈柏如台北报道。讲到这几天天气是热翕翕，台电表示讲，对6月20开始到达，就7天的用电量，确立起前10大的用电量排名，主要拢是特区也未即工业用电。台电也预测讲呢，这7月底到8月初这段期间，全台湾的用电量将有可能会超过4000万瓦的历史纪录。塑胶射出零件半成品加工，全国这台机器塑胶射出成型机，塑胶粒仔倒入机器190度高温加热，酿造液态了后开模成型。要毋过机器温度悬，室内闪烁翕热，尤其最近气温悬，就需要开空调。为了降温那在夏天的时候冷气都必须要开到很强，我们才找到人嘛，找到人才有办法做生产。做电动车线材，零件制造厂今年受益电动车订单成长带动，订单真济，有估今年用电量就会大大成长。订单变多了，然后又加上扩产，用电量会比去年来的高，增加个5-6%吧。
台电预估今年用电量会超过去年。高电6月23用电量上悬，来到3994万千瓦；二九用电量3904.5万千瓦，创用电量第4悬。尖峰备转用量率煞只有3.37%，供电欠佳。30用电量等幅，也毋过台电表示6月20到单到7天前日见10大用电量。特高压的用电增加的比较多，你温度高，它的机器设备的散热的需求增加，所以它空调用电有一跟着增加。用电量大，加上跳电事件定团，30世纪佫发生新北市5个区变电所突然爆炸导火，超过1500户停电、供电无稳的问题，让企业感觉烦恼。停电、缺电常态，万一停电，我要停个1-2天，损失金额非常大的。在8点31分，有3分钟以内，我们就恢复了358户，在9点46分，全部的用户都恢复供电。台电表示，最近风台预估7月中旬用电量顿伏，不过7月下旬到8月初，大厂大月寒单加上高温，用电量就有机会超过4000万千瓦，历史纪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电钱，对明仔载开始就要起价啊！医疗院所也放起这电钱，初步估计讲，这全国的医疗机构一年加起来就要加纳20亿的电钱出来，伊来要求政府办请甲因起价，或者是互因补助。电价起价，医疗院所也包括在内，医界一直发动袂调，因为疫情期间人力成本已经大幅度增加。另外，为了维持院所通风降低感染风险，所以加强空调，使用的电力也比较早加真侪。电价起价，成本压力增加，佫无可能互病人来付这条钱，互因有苦无得讲。如果今天要给他涨，你就应该给他补贴嘛。医疗才是台湾救命的产业啊！至少在疫情之下，你怎么去给他调涨呢？过去以来就是给他补助了，你现在反而不补助又给他调涨，那这样其实说不过去的哈。医界团体强调，医疗器材拢爱用电，一寡检验仪器24点钟无关机，为了医疗的安全，爱搁装设无断电系统，维持正常稳定运作。医界初步估计，全国医疗机构2万多间，包括400多间病院加20间医学中心，这个起价当年增加电费拢总超过20亿。透过涨价的这个手段，那我觉得有可能会造成在医疗上面、医疗品质上面的一些疑虑，所以我觉得这也要请这个经济部也要做一些考量。那当然还是有一些产业会受到影响，那也最近有相关的建言，包括您刚才所提问的这个部分，还是要由经济部再去做评估衡量。行政院表示，已经有听到医界声音，医疗电价是不是卖起，都要看经济部后续安怎决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年底要进行选举啊，国民党智库执行长瓜志温接受定调，要去选高雄市长。今早起，瓜志温随着南去到高雄举行辅选工作汇报，表示会和在地机关合作，甚至无排除邀请韩国瑜的团队成员加入。也那现任的高雄市长陈其迈今仔日是规工伫咧无闲，局方问到这选举的问题，敢若强调市政优先。在机关包围之下，穿选战甲大城化口号，国民党智库执行长瓜志温接受定调参选高雄市长，继当天随国高雄甲机关举行辅选工作汇报。对空港参选，感谢延续前市长韩国瑜政策，瓜志温顶日讲，未有爱情蒙提伦，方7月要切断。韩团队的前副市长叶匡时也替伊讲话。民进党的一党之师呢，让高雄少了一个国际的地标哈。那所以李世川李副市长呢，一直觉得很遗憾，倒不是说对这个我们柯志恩这个委员有任何什么的意见。好人切断韩国瑜，也毋过离选举只剩5个月回，瓜志温讲时间确实无济，后礼拜会将户籍送到高雄，收落来会甲在地机关合作，竞选团队用开放态度。韩团队的一个对高雄市民的一个贡献，我觉得有什么理由不给他们更大的一个支持跟一个赞声呢？韩团队绝对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一个绩效。看那也为人选难选甲定调确定，有互韩国瑜反转的教训。连杨议员表示，年底选战未大戏，也向瓜志温发声，要切断也是吸收韩的支持者，应该讲清楚。他是不是因为吸收他们之后，他要概括承收，而不是我要选票的时候我就收割啊？我真的要政策执行或要辩论的时候我就切割，然后去获取所谓中间选民的支持。连杨对选战金钱对台，高雄市长陈其迈犹原是强调市政为主，30先就班行销就班，下昼搁等高雄开疫情记者会。
现在还是全力的拼市政啊，那包括说帮农渔民找出路，那二方面帮我们的高雄的产业转型努力。但金牌无愿意讲什么时阵走选举，爱媒体去问瓜志温，对此立业议员并无烦恼，认为保证高雄较要紧也是防疫甲产业转型等问题。只要但金牌会当伫疫情中做好市政，都是真好的宣传。记者综合报道。做马5年警政署长的陈家钦今日正式退休啊！这个为由高雄市警察局长黄明昭来接任。黄明昭强调，除了抓诈骗、抓毒品的业务会搁再进步以外，年底特别选举啊，这治安维护也是重点之一。要强调讲，这假消息会扰乱选举的公平，针对假消息会加强力头。交接应信。为陈家钦处长接过应署，高雄市警局长黄明昭30正式接到警政头局的重任。尽忠职守，报效国家。内政部长徐国勇到场主持，新旧任署长完成交接了后，家己拍谱啊，画过程，只教陈家钦爱一摆手，无伤济活动。我要求黄署长强力打击相关的贿选，确保我们台湾选举的平顺。除了感谢陈家钦任内付出，徐国勇也毋忘新任署长，强化年底选情治安，避免暴力冲突等规案事件发生。在警察当前列队欢送之下，陈家钦一日结群，局长下手倒背结束4年9个月任期。不过，黄明昭就任也变成警代50期后第一位警政署长。伊一向互看作是苏系人马，这摆引起外界质疑，因为行政院长苏贞昌强势主导，互伊行政快速，就像坐直达车。我的工作敬业精神，我都全力以赴。那职位是长官安排的，长官安排我到哪里，我就全力以赴。接到警政署长黄明昭讲，这真加重，将会伫现有的基础更加努力拍拼。在诈欺、在毒品，还有在选举的治安维护，都是我们的重点工作。当然，黑道帮派在扫黑的部分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黄明昭新官上任，面对一大重点任务，就是11月9日大选，安怎稳定选举的治安维护将是挑战。伊更加强调，假信息往往扰乱选举公平，将全力打击假信息。今年7月起，警界各有一波退休潮，真侪高阶警官将退，安怎人事布局也正做可见。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7月1日，伫咧今年就是这香港主权移交当中国25年的日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5年，再去到香港，下晡也发表谈话，强调香港经过考验，今麦已经有新的面貌啊。不过，香港记者协会表示，香港回归25年大会本地有邀请几多间媒体来做采访，落尾说用这保安做理由，去互香港政府新闻处要求因着爱换人，包含。CNN、路透社等媒体记者拢受到影响，无法度去到现场采访。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会搭坐高铁到香港，这也是国安法实施了后，习近平头一摆去。伊强调，过去香港经过严重考验，即马已经重新崛起来，证明一国两制是好的制度。正可谓啊，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一国两制，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习近平将出席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加做各界关注焦点。不过，香港记者协会指出，港府新闻处以保安理由要求几间原本互邀请的媒体机构，另外已经报名的记者竞选拒绝因到场采访，包括 CNN、路透社等媒体记者拢受影响。另外一方面，根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社会民主联署主席陈宝阳讲，习近平访问香港进前为港甲朋友和国安警察约談，以蘋果形成了後，至迄間未有示威活動。我哋而家堅守嗰啲係一啲最基本嘅人權嚟嘅啫，係咪？請願、示威、集會、結社，呢啲最基本嘅權利嚟。
咁而且我哋而家都係一個合法嘅情況之下，而家政府個法例所賦予俾我哋嘅權利嚟嘅。根據香港媒體報道，習近平阿某6月30為陸路入境往返香港簽證兩地了後，將大地簽證7月7日才到香港出席慶典。這款嘅特殊安排也正做討論嘅話題。記者綜合報道。菲律賓第74任總統小馬可仕6月30宣誓就職，不過在這外口呢，煞有大批民眾佇咧反對，因為小馬可仕真有可能親像伊老爸馬可仕同款，走向獨裁路線。另外，捌得過諾貝爾和平獎的菲律賓獨立記者瑞莎，伊所創辦的網絡新聞媒體，也佇咧前總統杜特蒂落任的前一天，去互強迫收起來。畫面內底花頭起面的是菲律賓第17任的總統小馬可仕，甲準備要卸任的總統杜特蒂，佇菲律賓總統府見面了後，做伙離開。了後，小馬可仕坐列車去國家博物館頭前宣誓就職，感謝民眾完成菲律賓民主歷史上上大的選舉任務，嘛答應講會帶領國家繼續發展落去。By your vote, you rejected the politics of division. I offended none of my rivals in this campaign. That if we but focus on the work at hand and the work that will come to hand, we will go very far under my watch. 分析指出，菲律賓現處是面臨幾啊10年來經濟衰退上界食力的時期，伊就職了後頭一個任務就是要復甦經濟。不過在伊就職的時陣，馬尼拉的街仔路煞有袂少反對者，煩惱伊會甲因老爸同款，專制獨裁，佫會食錢。加上小馬可仕答應要促進就業，甲應對物價起價的承諾，並無具體政策，所以引起街仔路抗議。The next administration will be an alliance of maybe the worst tyrants in Philippine history. That we can only, I guess, brace ourselves against the worst. 雖然有部分的民眾希望小馬可仕就任了後，會當改變杜特蒂政府時期的作風，恢復菲律賓的國家形象。不過，在2001年，摕到諾貝爾和平獎的菲律賓獨立記者瑞莎，伊創辦的網絡新聞媒體拉普勒新聞網，在杜特蒂卸任的前一天，也就是29號關起來。拉普勒是少數批評杜特蒂政府的菲律賓媒體之一，馬去由杜特蒂講是製造假新聞的網站。菲律賓政教委員會即屆發表聲明，以拉普勒用主的無實危險為理由，甲公司的控制權賣予外國企業，所以撤銷拉普勒公司因註冊證書。公司新聞陳思彤報道。北約組織佇咧西班牙進行高峰會，除了繼續表達對烏克蘭的支持以外，芬蘭、瑞典也當咧安排變做會員國的聽書。就算外界攏認為講，這兩個國家加入北約就是咧針對羅西亞。不過，這羅西亞表示講根本就無咧甲因要意。不過，北約若準佇咧芬蘭設軍事設施駐守部隊，這羅西亞就出手反擊。為烏克蘭來的基輔交響樂團，就現這屆北約高峰會，持續關注羅西亞甲烏克蘭戰爭相關的問題。各方關心的都是芬蘭甲瑞典未來可能會成做北約新的成員。幾啊10年來一直攏是中立的瑞典甲芬蘭，在1994年成做北約組織的和平同伴，而且不時參與北約組織的軍事演習。就算在2014年頂一波烏克蘭危機的期間，兩國抑閣甲北約維持同款的關係。不過因為2022年2月份，羅西亞軍轟拍烏克蘭，互瑞典甲芬蘭危機的感覺是大大增加。5月份，這兩個國家當時交出申請的文件，而且在這屆馬德里高峰會期間，正式受到邀請展開加冕的聽書。然而羅西亞這邊的反應，到目前為止攏還算真平靜。總統普丁之前就捌講過，芬蘭甲瑞典早就真正參與北約的演習，所以羅西亞對這兩國加冕是無感覺愛偌緊張。У нас нет ничего, что нас могло бы беспокоить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членства Финляндии или Швеции в НАТО. Ну, хочется им, пожалуйста. Только они должны ясно и четко себе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что раньше не было никаких угроз для них. Теперь в случае размещения там военных контингентов и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мы вынуждены будем отвечать зеркально. 美國在前總統奧巴馬任內，捌按算在波蘭甲羅馬尼亞設立人講是薩德的高空戰飛彈防禦系統，引起羅西亞強烈的反對。落尾是在川普任內，甲羅馬尼亞境內美軍系統升級，因那波蘭薩德的這個案都全准堵煞。另外一方面，印尼總統佐科威
嘛希望会当伫罗西亚甲乌克兰和谈的时阵发挥作用。这2天按算去拜访基辅甲莫斯科，就算北约是以欧美国家为主，不过这届日本甲韩国的领袖嘛头一届受到邀请出席峰会，而且甲美国进行3边的会谈。因为这3个国家拢真关心北韩核武，也讲远途飞弹的发展。北韩的官方媒体指出，美国想要操作出亚洲版的北约组织，安尼会破坏东北亚的和平甲稳定。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欧盟第29宣布讲，27个成员国已经达成共识，同意伫2035年进前呢达到新车零碳排目标。这措施是等于是讲，对2035年开始，伫欧盟境内袂当出现食汽油的轿车，连生产汽车的德国呢也无例外。经过16点钟的谈判，欧盟国家29透早总算达成共识，往绿色新政向前一大步。What we want is zero-emission cars, and what we want is to reach the climate neutrality target by 2050. And for that, we need to do a lot in transport and mobility, and we need to reduce strongly the emissions. 欧盟去年提出计划，要以1990年做基准，伫2030年前减少5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希望会当伫2050年达到碳中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各国伫这届会议中同意，申请要伫2030年前碳排标准必须降到50%至55%。2035年开始必须完全零碳排，定有到时阵会禁止未使用燃油车，改用电动车。Les États membres, comme la France d'ailleurs, ont mis en place des dispositifs de soutien aux ménages, à l'achat de véhicules plus propres pour les rendre plus abordables. 除了新车碳排设限制，欧盟也同意创立社会气候基金，改革碳排交易体系，希望让减排之路会当顺利进行。但你讲的是，这届汽车大国德国有哪赞成？不过要求油电混合车若做会当实现零碳排，也是会当伫2035年以后继续卖。对这样代志，欧盟表示会对这种车进行评估。不过有环保团体对欧盟的做法持保留的态度，因为2035年才禁止燃油车已经上万啊，无法度达成将全球暖化升温限制伫1.5度内的目标。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Omicron 亚型变种病毒株 BA.4、BA.5伫全世界同咧传开。美国 FDA 专家小组建议，今年秋天应该甲民众注 Omicron 变种病毒疫苗。美国也会投入美金32亿，甲 BNT 买1亿吨的疫苗。On COVID-19, driven by BA.4 and BA.5 in many places, cases are on the rise in 110 countries, causing overall global cases to increase by 20%. 世界卫生组织2019警告，新冠病毒 Omicron 变异株的亚变种 BA.4 甲 BA.5继续快速传播。美国统计显示，这2个亚变种已经是全国确诊病例5成以上。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的专家小组2月29比2表决通过，今年秋天针对50岁以上也是高风险族群，推动次世代新冠疫苗作为加强剂。虽然病毒变种趋势真歹预料，专家偏向以原始疫苗为基础。增加针对 Omicron 变异株保护的改良设计。None of us has a crystal ball, and we are trying to use every last ounce of what we can from predictive modeling and from the data that we have that's emerging to try to get ahead of a virus that has been very crafty. I think with the waning vaccine efficacy and the confluence of risk this fall, we need to make a move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莫德纳、辉瑞甲诺瓦菲斯拢已经咧研发测试针对 Omicron 的改良型疫苗。辉瑞 BNT 日前表示，已经甲美国政府签32亿美金对价采购1亿0500剂疫苗的合约，其中也包括改良型疫苗，等咧等待监管机构批准。新合约的采购计数每一支超过30美金，比上原所合约的19.5美金起5成以上。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最近有真侪间饲料工厂拢发出公告，讲6月底开始，这饲料1公斤会起4角，这已经是今年第4届起价咯，等于是1公斤起2块1啊。就业者伫咧批评讲，这2个计数袂当起饲料却一直咧起，认为政府安尼做是无够公平。不过农委会表示讲，将来就无禁止起价，一直是照市场机制。
五间饲料厂最近先后发出公告，通知禽畜饲料6月底开始每公斤起4角，这是今年第4摆起价，彰化有2农批评，饲10万只两鸡，每个月饲料费将鸡支出33万，农委会阁不准因起两鸡，人甲鸡特别活袂落去啊。农委会形同虚设啊！你是不是爱都调节一下这饲料这个价小是要反涨还是？卖起啊紧，你鸡卵都会使甲咱冻涨，啊你饲料敢袂使小冻一下？农委会澄清，到今毋捌干预市场机制，所以无两家袂当起。饲料起袂停的问题，目前鸡卵产地价每台斤新台票40块5角，已经继续2个月以上，是我7年来新高。农委会并没有去做冻涨的一个干预措施，目前进口的这个价格还是在当时采购原物料比较高的时候进行采购，所以那是反映整个的一个进口成本的一个提高。台中的农场表示，热天是鸡卵需求的小月，消费这边已经出现伤济状况，两价颠倒应该爱落，进前出现欠卵，即马库存伤济，市场调控机制显然有问题。我们蛋商就是左右为难了，缺很多，库存很多，我们库存的时候，我们又不可以跟机长说我不在，我们每天都要去载回来呢。仓库满到大马路，我们还去载回来。农委会强调，鸡卵需求确实是政治小月，初步评估起价空间无大，实际市场需求是牵涉到疫情走向，也有待后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已经规划真侪年，高雄捷运红线对这小港要加做到临园的案件，昨正式通过宽屏路，考虑到会经过石化工业区的安全性，甲未来会甲屏东捷运相接的可能性，沿路会设7个站，6个地下站，1个高架站，若准顺利正，上紧伫年底就会动工。高雄捷运红线上南边原地是驶到小港站尔，即马确定会驶去临园。这条小港到临园的线规划真侪档啊，经过几届的审查，至到通过宽屏，消息一出来，互临园的居民真期待。我们很想有一条很平安的路，因为我们动工会区这边大卡车啦、大货车啦非常的多，我们年轻人要去市区、要去读书，要去上班都骑车或是开车都非常的危险。民众毋望捷运带动当地发展，不过小港到临园这条线按算设7个站，其中 RL7 这站挖进中油的临园厂，地下有石化的管线，地面有废弃燃烧塔，甲化学气体的槽。为了确保施工甲交通的安全，行政院核定的时决定把这站向西边刷，用高架方式来设站。那原来中油所担心的，我们会离废弃燃料塔会比较近。那现在我们这样一移以后，那离它的废弃燃料塔也有680米，那同时离这个北侧的这个利乙烯的这个储存槽也超过了550米，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位置。7个站，敢若 RL7是用高架的方式，唔那是为着安全，也是为着未来若继续驶向屏东会当接起来。捷运局评估讲，赛后规划发包若顺利。小港临园这条线按算上紧年底动工，伫2030年完工通车，互临园到市区更较利便。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高中即几工仔拢伫咧考基本考，毋过台北市的上山高中一年的学生，即国文即科煞爱考2届，是因为有一个当咧期间隔离毋免考试的一年学生，因妈妈也是一年的国文老师，就甲妈妈电脑内面的考试纸答案翕落来，公布伫咧 IG 的限时动态顶悬。学校为着这公平性，今仔日的这一年的学生全部拢停课。期末考考煞，结业式嘛结束。正式开始歇热，台北市上山高中的学生行出来校门，心情看落是袂歹。不过伫3点钟之前，高中一年700多的学生才打中考200才考过国文科。要再考一次啊！我觉得有点浪费时间。然后有些人搞不好原本考很好，然后后来考很烂，这样就不知道谁要负责。有一点啊，可是就是公平起见啊。国文这科是安怎在中考？是因为有一个高中一年的学生，期间隔离的期间免考试，因老母拄好是一年的国文老师。伫考试进前，伊甲因老母电脑内底考卷的答案传去了 IG 的限时动态，而且佫去甲遐看过的人检举，讲因作弊。学校证实考卷的答案确实有因为这件代志流出去，不过并无证实这个学生敢有甲同学检举。经过教师会、家长会甲学生会同意，6月30举办停课，
出题范围、方向、甲地形，甲原本的考卷是同款的。讯息一直到现在，其实时间真的是非常短哦，所以很多的细节还有待厘清哈。那但是我们最紧急的还是不影响学生作息跟他的一个考试的一个公平性跟成绩的状态。大家应该要锁好，就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就是看，就算是自己家里面的人也是一样啊。学校表示，这个学生会以校规来处罚，接着会检讨出题天数。也让教育局会在7月初1下晡派督校去因学校轰炸，确认这个案件处理的情形。另外，专教总认为讲，这个档案是无用密码锁起来，或者是这个老师向细甲擦，学校应该交代好清楚。如果说整个程序本来就没有去界定到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是整体学校去检讨这个程序的部分，去补上这个程序。这个事件即马引起讨论，校准良认为讲，即马会当互其他的学校去思考讲，因出题流程敢有够妥当，面对资讯化的时代，各项的防护措施敢有对时代的进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大社海保新生地养殖区的大排水沟，今早起这河边规个放气，那这气温去互海水引起低调也能饮水。这低调内边有500只猪拢伫咧浸水，烦恼讲这猪仔的破病损失更加严重。云林县政府表示，已经接到乡公所的通报，会随派人去抢修。拢足健康的无？如果经过这个水、这咸水吼，来甲伊冲洗过，因为无水人啉，无水人啉，伊会去啉咸水。啊，啉咸水，这个毛地慢慢长度会发生变化。经过明仔载后咧，慢慢一天一天，咱毛地慢慢伊就会爆皮，伊就是无形中会泄，伊的长度会去感染。李龙表示，这是大社海保新生地养殖区，因为这车路甲水路已经排真久啊，见摆落大雨，这大排水沟就见摆放落去，一寡水会引入去气温甲低调，特别最近佫落西北雨，养殖户损失是真严重。公所已经请县政府到现场会勘，水利处表示，30接到公所通报了后，已经联络厂商来抢修，避免灾情变佫较严重。讲到咱台湾这放婚照的比赛活动，长期以来拢受到同胞团体批评，是因为这婚照的主人会甲规笼的这个婚照放去外海放，却有9成以上的婚照因为体力无够背袂转来，就葬身大海。这月时也是真侪人放婚照比赛时阵，今仔日同胞团体就含入委做伙来召开记者会，要求相关机关就要重视。伫咧人来婚照8支3月时，互人伫路中发现，当时伊的膝骨已经受伤无多背，因为有卡款，动物保护团体确认伊是比照了后，互人弃用的婚照，才甲收容照顾。动保团体讲，大部分比照的婚照啊是无遐尔好运。这一些鸽子，它是少数从海上仅存幸存飞回来的，但是因为它没有利益的关系，它再来没有价值了，所以它被遗弃了。有的呢就被煮了吃。有的呢就被剪翅骨之后丢往远处。动保团体指出，比照会使准甲婚照载去300多公尺的外海，才放飞，互因飞转来。但是大部分婚照拢无法度承受遮尔长时间无休困的飞行。去年冬季南海比照，计共有45000多只婚照互载出海比赛，成功飞转来剩700多只，敢若1.58%。赌博为目的的动物竞技行为是禁止的。类似的这个案件，如果不是警侦或是检调他们介入调查的话，实际上如果单靠动保行政单位，这个破获的几率真的是非常的低。配合这个动物保护的这个主管机关，就是农委会这边如果有相关的案件的需要调查的话，相关的这个机关来配合。无论是以动保法内底伤害动物的法条开发，也是针对以动物跋筊的行为开发，拢需要行为出现了后，农政甲检警单位才可能会办。动保团体指出，希望相关单位会使伫比赛宣传阶段就开始调查。在场立委陈椒华表示，会搁找行政院讨论认定主管机关。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台湾电源4时号再求人生福寿中，屏东科技大学的一个野生动物保育所最近在推广无毒的餐园，因为伫田里大鸡仔观察鸟仔的生态，以外也翕到真侪趣味的画面，亲像把叶徛伫鸡仔顶刷香香无细粒出跋倒，或者是掠鸟鼠来食，也证明讲会当透过鸟类来掠鸟鼠甲食虫害，无一定爱抓农药。
两只麻雀徛伫车架顶，因为风真透，因尻川翘翘，要是徛袂在，结果其中一只骨倒啊。并可在伫高手善导书院遮的往来园设伫车架，两当来翕到真侪鸟仔精彩的生活。透过这个老鹰栖架呢，有机会可以吸引到一些猛禽，像是黑翅鸢，到农田里面来帮我们抓老鼠。然后我们在栖架上面放这个自动相机，就可以拍到很多就是他们在栖架上面这些精彩的画面。这支车架记录真侪鸟仔生态，亲像鸟鼠偷食往来，麻雀就甲鸟鼠掠来食。暗时嘛会看到高明英掠鸟鼠的画面，这两当来已经记录到5种猛禽，还佫有 Q、触鸟仔等等20多种细只鸟仔。拍到很多这个黑翅鸢会抓老鼠的画面，那也就证明说，这个猛禽它们进到农田里面来，对这个农友来说是有帮助的，是可以帮忙抓老鼠的。所以就是也鼓励大家说，尽量去不要使用老鼠药。这种会伤害猛禽的这个有毒的东西，那我们就请老鹰来帮忙抓老鼠。善导书院4棵位啊，拢是友善农园，无毒的环境下鸟仔来遮讨食，嘛记录自然界的生态。屏科大希望推广无毒作息，只要甲空旷至少50米以内无大树甲电火条的农园，拢会当设置车架记录鸟仔的生活。记者陈嘉文、赖伟哲屏东报道。为着要推广咱台湾的艺文产业，对7月开始，伫 OpenTix 平台有符合参与甲消费资格的消费者，都会当摕到红点，一寡点数会当用来欣赏演出、听讲座等等的艺文消费，希望会当带动咱国内的艺文产业。用光影技术呈现19世纪艺术家克里姆的艺术创作，想要欣赏这场沉浸式体验展，会当伫 OpenTix 平台买票。现在售票系统很多，但是完全就是以文艺为角度的售票系统其实是比较少的。光文艺产业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 OpenTix 它有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它可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帮我们多推广、更深入这样子的主要的群众。在疫情期间，文化部连续2年推出药放券，即马为着延续艺文产业的支持，所以甲 OpenTix 2厅院文化生活合作，推出 OpenTix 红利点数艺文消费的回馈机制，第7月实施。一场展览，你就首先在你的账户里面就自动会出现50点的红利点数，2次消费可以获得100点。你如果跨出去了，例如音乐跨到舞蹈，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到再加码的100点哦。由文化部来准备一部分的类似母金的这个概念，那我们把它转化成这个点数。好，那希望让大家持续的用这个点数，能够继续来享受我们这样的一个艺文生活。只要符合头一届参与2次消费，也甲看合消费者条件民众，拢会当得到红利点数，会当摕来抵扣电影、展览这艺文消费。期待疫情等好了后未来，会当延续艺放券的方式，为艺文产业带来实际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开12亿重新整修野球场，最近特别完工啊！按算7月底开始要进行职业棒球比赛，不过主场的未专量球团认为还有一寡安全性的问题，甚至立委去到现场会勘，要求市政府要赶紧改善。球场大门口未专量的 logo 已经挂起来啊！新竹市棒球场经过2栋外重新整修，按算7月完工，特别进行比赛。不过，未专量球团捌指出讲，球场的安全性也是有问题，可能造成球员受伤。而到贸立委参政职业球员来到现场勘查，提出建议。水沟的一个问题啊，确实会让选手造成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恐惧哦。那我想，大家花钱进来看球，当然都希望看到球员有最高超的一个技术表现，而不是因为球场周遭设施的一个状况让他们这个心存这个害怕哦。其实以一个专业的选手，他在做这个这个接球的时候，其实他到场边来，其实说真的，这样子一个不平整的状况，再加上球员他可能是用钉鞋，这个球场的场边的这样一个排水沟上面叠盖草皮，还是有相当高的一个风险。针对建议，市府回应目前拢在改善，尤其是排水沟坎，会搁另外铺塑胶垫。
加强保护球员安全。水沟的这一个状况里面，也跟球团这边有取得了一个共识，会采取用人工草皮的一个方式，下面铺加软垫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情形，让它以平整的方式，而且钉鞋不易插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去维护球员的整体的一个安全。有42年历史的新德市棒球场，2档外前因为伤过老旧，暂停使用。这届开12亿翻新，真个球迷真期待。会使在新球场看到安全的比赛。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人讲一人主张，唔但两人输娘。这疫情豆豆伫咧稳定，观光产业也爱全力等。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就结合分家地区3大观光商圈，举办产业联合会，希望辅导在地旅游业也个观光业者互相合作，做伙来拼观光。爱自家己县市观光产业业者，伫家己市的文创园区内底，向大阿里山2、3个区域甲大草岭这3大观光圈的厂商介绍产品，希望会当有合作的机会。我们希望整个跨区域、跨产业能够带动我们3大观光圈的一些行销，然后希望有一些特色的流程，能够给产业业者带来很大的助力。为着要替疫情缓和了的观光复电做准备，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邀请家己县市甲云林县的观光商圈参加联合会，希望会当互相交流行销推广的经验。能够将我们这个3个观光圈都串联在一起不但带给我们业者品牌的转型能够我们提升我们整个观光的品牌的价值。我们全民运动会，24我们的农机展，还有10月10号的国庆烟火，这些一连串的整个我们大嘉义这个观光这个部分呢，能够跟这个业者来好好的行销，我想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表示，深度旅游是目前国内观光真重要的观念。消费者嘛，大大开始接受，业者之间的交流甲提升，除了会当量早面对未来观光环境的改变，嘛替分家地区的观光产业建立品牌基达。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咧台南有一个15岁少年囡仔，伊对顶礼拜3开始咧行路环岛，上界特别是伊爱着阿嬷的相片做伙行。伊讲阿嬷伫2年前过身不过阿嬷在生之前真罕得出门佚佗，所以伊一届就想要爱阿嬷的相片做伙来环岛，打算讲要用40天的时间踅台湾1日。一手拖行李，一手看地图，签名卡网写着15岁环岛梦，带阿嬷去旅行的少年家。顶礼拜2为台南出发，想要用40天来行路环岛，人已经行到恒春，沿途嘛当着真侪人甲伊加油打气。少年人啊，你真正赞！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人生中一个很棒的伊这次环岛家己规划路线，写客户书，甲妈妈请款，逐项家己来。出发到今嘛已经行了100多公里。伤忝的时阵，伊会甲家己讲，真无简单，行出着舒适圈，跨出人生的第一步。袂当轻易放弃，互人感动的是，伊的这个梦想是为着要带过往的阿嬷来看全台湾的美景。走路的过程中，下雨的过程中，出太阳的过程中，无论做什么，都会觉得说，好像就是心上的安慰。他就在那边看我就好，他不要担心啊，就让他不要担心就好了。少年讲，阿嬷在世的时阵真少出去佚佗，才互伊想要带伊来环岛。少年的妈妈透过面册讲，真感谢路途中帮助后生的人。不过伊讲厝内毋是经济弱势，嘛毋是单亲，后生只是想要圆梦，写外界免管钱，嘛毋通透露着伊的行踪。真正有缘分拄着，家鼓励就好。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屏东报道。伫南投草屯的客家协会利用报站进前，甲农民组产种贩卖，也开放互囡仔来办，互因体验到农村生活，了解到农民的辛苦。我们没有带到小镰刀，你轻轻这样翻掉，它就开了。认真听农民教要安怎办贩卖，真心落去试，也是有淡薄仔无顺手。不过大家人的表情看起来拢算甲真欢喜。过无偌久，就有民众摸10外件行出来，满甲真满足的款。真好耍诶！啊，无有人捌来产，你唔知贩卖生做安怎？很难得的机会啦，可以来享受一下农村的采收的快乐。哦，这是在都市里面很少有的。这参加成员拢是头一届办贩卖，欢喜要甲家己办的贩卖早登去分互亲戚朋友。南投草屯客家协会去年就捌办贩卖活动。开放予协会成员看要贸偌大区的田，等贩卖会当收成，就会当亲身去办。有家长带囡仔做伙体验，
希望互囡仔了解番麦生长的过程，嘛了解农民的辛苦。我今天去采了玉米，进去了之后也很辛苦，然后身体也会很痒，所以我很体会农人的辛苦。面积去年1分地啊，今年又再增加1分地。像安尼挂菜啦，还是玉米啦，有的没有从事过，因等于拢会尝试讲，我来试看看，所以都蛮成功的。草屯客家协会表示，这2年的活动拢办甲真成功，未来嘛有可能会规划无同的农业体验，互都市人嘛会当体验做事人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5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